創業嘅首要目標要先保住條命，又要有抗壓力，仲要咧揾到確定性。但有人咧做到，仍然咧都會創業失敗㗎嘛，就因為佢哋咧踩咗3個種子嘅陷阱。尤其咧係第一個，99% 嘅新手咧都會中招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Penny 做黃啟志，好歡迎大家咧翻到嚟快樂商道。上一條片咧同大家咧分享過創業必須要學識嘅3個黃金法則。睇完之後咧，有同學問我，種子法則入邊有冇咩種子係可以提早預先播種嘅咧？咁不如反咗嚟講啦，喺創業路上有3個壞習慣一定要避開，如果唔係咧就會種下咗失敗嘅種子。太孤寒，唔肯分享。如果你本身係第一次創業，最難預嘅咧就係嗰個回本期。當你拎咗自己嘅棺材本去創業，見到啲錢咧好似倒水咁倒出去，但係生意咧就翻得好慢。睇到呢啲積蓄咧越嚟越少，就會咧開始想將啲錢咧留喺自己身邊。可能你喺過程中有啲咧供應商嘅錢咧要去找俾佢哋，但係因為見到自己現金流越嚟越緊張，你咧就開始想拖數，諗住咧等翻多啲錢先找數俾人啦，好多唔同嘅藉口。結果咧就越嚟越唔想找數，啲錢咧翻得就越嚟越慢，因為你種下咗拖延嘅種子，啲錢就會咧越拖越慢。需要記住，唔想創業失敗，要習慣準時，甚至乎提早找數俾你供應商，咁先可以咧確保你嘅現金流好流暢。記住，提早找數，錢更快到。情緒差愛打擊人，見到咧人哋做得唔好咧，就會去挑剔佢啦，話人哋冇鬼用啦。員工出錯，你就會鬧佢，你乜咁蠢㗎？呢啲説話咧好傷人嘅心，同時咧你會種下咗咧被負面情緒包圍嘅種子。日後你會遇到困難，自然咧就會有人同你冷言冷語。不如學下俾情緒價值身邊嘅人，就算對方做得唔夠好都好，你可以同佢話：下次咧注意呢一個步驟就好啦。呢種嘅包容咧，第日咧就會翻嚟去幫翻你。淨咧顧住自己，冇正知見。有人咧覺得咧做壞事冇所謂啦，等到咧我將來好啲先幫人。呢種心態咧會令到你越嚟越迷茫，反而要種下正確世界觀。知道幫人咧，最終翻嚟都幫翻自己。見到其他人有難，可以咧即刻伸一伸手去扶一扶佢，係唔求回報嘅幫忙。比如幫助獨居老人去搬嘢，聽下咧朋友吐苦水，呢啲嘅小事咧，好似同生意冇乜關係，但會令你慢慢咁明白世界嘅規律、世界嘅法則，自然咧冇咁多嘅自我懷疑啊。以上呢3個習慣，其實咧係環環相扣噶。願意分享，現金流咧就自然會更加健康。懂得包容，抗壓力咧自然會變得更加強。有正知見，就唔會再跌咗入去咧迷惘入邊咧輕易放棄。所以咧想創業嘅朋友，記住創業咧唔係咧搏一搏賭一鋪，而咧一步一步打穩基礎，係先生存再生財，練好你嘅抗壓能力，再咧揾到你自己嘅價值。金子去到邊度咧都能夠發光。做到以上呢3樣嘢，你已經咧贏咗超過95%嘅人啦。而家你都可以咧檢查一下你自己咧有冇以上3個嘅壞習慣，有嘅話記得明天要去改一改。下個禮拜翻嚟喺評論區留言報喜。如果你中意咧我呢條視頻，記得 like 同埋 share 俾你身邊嘅朋友。我每星期咧都會同大家分享一啲新嘅內容。如果唔想錯過嘅話，記得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啦。